悠悠長長繼續前行吧，我去驚怕，擊擊擊擊風風散去不必多看它，浮浮沉沉當一日問雖不說一話，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而假，但有一個唔通香港嘅傳媒覺得六四燭光晚會嘅新聞唔重要啊？1000億旺角傳宗接代同埋呢一個20萬人薪火相傳，哇！真係魚與熊掌啊，大小通吃。3個年輕嘅學生索己昏迷，當然重要過數以萬計嘅年輕人啊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啦。一個援交案嘅少女喺法庭上面露胸喎，梗係比前學運領袖洪艷啊在港公開露面更吸引啦。一代奸人石堅叔嘅離世，當然比20年前嘅死難同胞更值得悼念啦。是但啊，香港最多人睇嘅電視台啊，都係將六四燭光晚會嘅新聞排到第3條先播出，是但啊。喂，咩都是但，咁點樣分咩係是咩係非啊？